你心里，爱你的心也一定袂记，一定无用。过去我真真将你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加情加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伤一生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你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加情加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伤一生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请教无啊？我看你头安尼冻干的吼，就知影讲吼，你会道行深厚啦。你一个干的尔吼，就知影讲我这间厝的足奥妙啦。啊是讲吼，迄个敢是用迄机器啊，想压这尔啊济是非咧。王哥，啊你敢无听人讲，伫这个世间都爱天时地利人和。虽然是讲福地福人机，但是咱人若是做有失德的代志，你用千辛万苦的价值，这嘛是费尽了工啊。你是讲？无对，这间厝确实有先天之资，也毋过后天失调，所以才会灾难连连啊。你请教我大胆来请示者，唔知有啥物解破的方法无？当然是有法就有破，但是这都要看你的诚心到倒位，啊，你的做法是如何啊？你看我变啊做较好。我明白，回军的代志你要怎样处理？这已经请你也主食饭啦，我会叫明明哦，正正当当。安徽大桥将回军甲带过门过来。哎，阿爹，我无爱哦，安尼我唔就变死货啊！你这种哪会变死货哦？你若要爱死货，足简单的啦，拿一把刀安尼咔嚓起来，永远你就死货啊啦！你走操吧！哎呀，王伟，我看代志目前是安尼处理啦。呀那明斌迄边，你要安怎样交代？这明斌哦，共款嘛是我的囝。我哪讲无插之理咧？我伫咧半个月内吼，而且管老爷还未审案的进程哦，我绝对会解决的。我看代志也只有安尼处理，但是有一件代志，你都爱会记哩。如果明斌伊若是冤枉死，若是有人做失德的代志，这梁克姊妹因为安尼失德，可能梁克伊会破去哦。有这么严重哦？赤大伯啊，多谢啊，多谢你甲我指点哦，你有够厉害啦！是讲你若无去验哦，会当留点我这个所在吼，互老夫吼好好甲你交代一下。啊，老夫有一寡代志哦，想要甲你请教一下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啊，原来你这么客气，啊无歹势，啊无就去作做啊。唔通安尼讲，唔通安尼讲。明亮，来甲准备一下，同好好交代这两贵宾啦，吼。嗨，多谢。够歹！你咧做啥？照安尼看去，少安应该是爱去长着回军啊才对。哦，对啊，啊你讲回军哦，你讲伊有危险，啊无是有要紧啊无啊？善恶一念在心田，报应倒头在眼前。做人道理永不变，自比较好，念佛千万遍。千万。
嘿，老爷，你搁咧喊面啊？害我错一条，什么代志吵死我的好梦啦？这是夫人叫我捧来的泡汤。搁倒顶啊？啊，搁有王元贵求见，伊讲有要事要来拜托老爷。王元贵哦，紧甲请来，请来哈。请。参见关老爷。王元贵哦，哟哟，啊，这两个唔道你的夫人甲千金咯。我若知影这样，你目睭唔那查克的，啊，甲我装啊这落形体，啊，敢有成一个夫人？啊，到底啊，你看，我这款样的，敢有迄个资格做伊的千金小姐？啊，那咧，因两个人是啥人？大人啊，误会啦，误会啊啦！大人啊，我甲你介绍，啊，这位吼叫做赤卡婆啦，啊，那迄位吼，伊的徒弟叫做萧đình东啊啦。关老爷，这个赤卡婆功夫有够赞的呢，上捌天文，下捌地理啊。我知影大人哦对这味玩有兴趣，我特别传来甲你熟悉一下，你讲？啊，而且，稍等，稍等。如果伊若真正这么厉害，你叫伊踮小姐顶两招，那我都互本官心服口服，一切代志拢好讲。啊，大人，啊，你若有这款的兴趣，啊，那我就真歹势，我就垫几部互你看咧。好好好，嘿嘿嘿，你甲我摇看卖哩。我这碗内面是第三个。这款的是啥嘛？啊，毋着紧讲，无人受遐久的啦。大人，我拄则要入来时阵，有看人伫咧拍迄个米豆。大人，你即马手提佫是石运，石运嘛，石拄着皮就会破，表示讲这碗中的物件一定是爱煮破。门前一道入空门，倒坐伊门煮斗精，表示讲大人，你即马就是要来考验我。现在乃是春风，春风是春子生日，表示你这碗内底一粒豆啊！哦，厉害，真正厉无害。啦无啦，你小一可摇就摇啦咧，准。嘿嘿嘿，轻好轻好。无啦无啦，客气卖客气。这。哦，等下，你叫什么？啊，你拍我摄。叫等好势，啊，我叫真好势。大人啊，若无能保持啦，我哪敢介绍来互你熟悉咧，对不对？王元贵，哟，你讲，你今仔来这到底是什么代志？那咧我就直接讲啊，就为着我的小犬哦，王明斌啦，啊，这桩案件哦，我是讲有完情啦。完情？嘿啦，是安怎讲是完情咧？大人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讲，阮迄个后生啊，是一个软弱的书生，而且佫歹卡呢，哪有可能讲去侵犯一个女子呢？请大人哦，你明察啦。这，也毋过照报告你讲，涂骹的迄字是写王明呢。这是讲大人啊，王明啊，无一定讲是阮囝啦，迄无一定哦，迄别人甲阮王教结什么关系哇？特别要来侮辱阮的啊。这，大人啊，请你斟酌哦，请小明伸冤。既然若是安尼吼，你放心，本官一定予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开庭之日，便知开晓。多谢关老爷，多谢关老爷。啊，那呢无代志吼，啊无阮先告退，请。小等，赤卡婆啊，你若着走遐紧啊！本官希望你留来甲我看一个风水咧。也毋过我阁有一寡代志还未处理好势，啊无安尼啦，等我代志若处理好势，大人你若有需要我的时阵，我就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头前。啊，若有啥物，小叮当的，我看这个互你处理比我较好势咧。当然嘛是安尼，你要用个原色的，我这三个就足好用的。来，我甲你讲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毋免无代志，就要卜卦。做甲流汗，互人嫌甲来流烂。好歹爱阮毋通乌白烂啊，乌白烂，请请。你咧细细念是你念啥的？我来听较无啥啥哈。
谢家母，你来去真拄好。慧君姑娘自从离开王家了后，一时煞想袂开，去跳水自杀，加载我甲明珠及时赶到，若无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是慧君姑娘的劫数啦。啊是讲，伊人咧？你问我这要创啥？伊即摆人伫房间仔底休困啊。伊伫咧房间仔底咧休困。来哇，无啥着咧。主啊！你的意思是讲阮慧君有劫数是无？虽然是讲伊渡过这个跳水这个劫数，也毋过这时若压袂过，恐惊的。挑行的慧君一定有危险，对不对？我才唔相信呢。伊即摆人伫咧房间仔底，要哪有啥物危险啊？唔母，如果若有方便，我来去房间甲看卖者，敢会用的？带我来。慧君，啊人呢？带无去？啊，慧君，啊拄则明明就伫房内，哪会一时啊煞无看到人？头门哪会开开？伊一定是对头门跳出去。奇怪，等伊是出去要做啥物？哎呀，敢若是想袂开去自杀？你别乱啦，别乱啦！代志莫阁拖延啦，咱分头去找看卖。去来去找，差紧点，赶紧走。你这么原谅我，你对我拥有一，我就要死啊！这来报答。请你原谅我，我为着要救你一时心急，你唔通遐冲动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敢讲我连死的权利都拢无是，你莫插你我死！慧君姑娘，我知影你即摆心情真歹，但毋过你安尼做，对你完全拢无帮助。你敢知影？你若安尼一死，敢是收过班衣就伊王明良，要关伫家牢内，王明斌要安怎？敢讲你目睭金金，要明斌伫家牢关一世人？你莫阁讲啊！你莫阁讲啊！我即摆叫无面子好见，我根本就无资格好见的面。我知影，发生这个代志，毋是你家己原谅，也毋过你也知，这个世间上是充满了真侪无奈的代志。佮再讲，无你嘛还阁有你阿娘。是啊，你阿娘遐尼老啊，你若死，你叫你阿娘是要依靠什么人呢？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慧君姑娘，莫阁伤心啊！行，咱倒转来去。这一切代志，拢是伊明良所引起的。上重要的就是爱想办法，把明明救出来。也毋过伊坚持要救命，伊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搁要哪能力通好救伊？这当然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，也毋过咱袂用放弃这个机会啊！你像我，身有血海深仇，为着要替我的老爸小妹报仇，我嘛是也毋敢放弃这个报仇伸冤的机会啊！公主，你家己的委屈都遐尔大，即马搁为着我的代志来念你，实在真实的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只是你的代志，我已经有甲你插了，我一定会帮忙你到底。
我即马到底要安怎做？才法度证明明斌伊是冤枉？既然咱知影伊是冤枉的，咱就赶紧来去找关老爷，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啊！行，紧倒来。哎，水里啊，行好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哎，水里啊，行好。慧君，慧君，哎，明珠啊，啊你敢那边有找到慧君无？都唔知啦。嘿嘿，师傅啊，啊，这个囝是安怎？哦，食唔着药是食小药啊？吼，火气有够大，那就食了麻辣火锅，啊，烟拢喷出来。是你咧看无啦？那照我看起来，小安甲慧君应该是伫迄边。伫迄边。哎，咱进来行。哎，水里。没来，切开来，安尼做啥？安尼，我甲你抱抱，那啥物嘢？慧君，安尼啊！慧君啊，你歹你讲，咱想要死，你若安尼做，敢会解决代志是无？恰阿婆，拄则慧君哦，伫断崖要甲跳落呢，加在我赶到。算唔知你赶到，哼！我知影啦，若叫查某啦，吼，你着走第一个啦。有一天吼，若我顶当的吼，搁死100摆，我想吼，你也目睭甲我看，都袂甲我啊你是咧讲啥？好啊啦，莫吵啦，你实在有影袂晓看时阵的，平安就好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哈。看，无代志。我想吼，代志已经是大条哦，哪会来无代志？拄则的时阵吼，若我看到只母猪吼，冲出紧的哦，伫我面头前过，气大大，安尼气甲我歪目睭出，啊，毋知你气安怎呢？较等下我想啊，一定有一个好戏通好看。啊你是咧讲啥？明珠姐伫倒位？你问我，我要你300个，我可要甲你讲，我甲你讲啦，已经对啊去啊啦。慧君讲哩，也无明亮的代志，咱才好好参详。我先告辞。你安怎？安尼，我，你是安尼教袂定的，你吼人讲饭会当加食，啊话就唔通加讲。你遐杂插要创啥物戏啦？你吼若要遐杂插哦，你吼就灾祸连连啊你啊！明珠，你是要去倒位？免你管啦，想袂到你看一个爱一个，你是毋是看慧君可怜，都该咱调调？明珠，你误会我了啦！什么误会？是我亲目睭看到的。唉，这是赤家婆，叫咱都爱尽力甲伊配合，你哪会用做你走呢？我才讲，我若是对慧君姑娘有意思，我今仔就来找你，你嘛唔通遮囡仔性。什么人咧囡仔想？你讲我清楚啊！哦，我明白，你是毋是介意迄种温顺的姑娘？我看你根本都毋是咧同情慧君，你是对有意爱对无？明珠，你敢知影我为什么要帮忙伊慧君姑娘？那么是伫咧替你报恩呢？你敢袂记？顶一摆咱去王家的时阵，王明良伊手中甲咱摕迷药，你敢知影？若毋是慧君，可能迄一天受害的人毋是伊，是你。对哦，我哪拢无想到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放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多送天气一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
等我赚口钱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？